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原来问一下就不一样。在阳光小学里，有一个1年级的小女生叫小星星。小星星很守秩序，很安静，也很喜欢画画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遇到不确定的时候，小星星就会停下来想很久。今天是美术课，老师要大家做一个春天小花园的拼贴作品。桌上放着色纸、胶水、彩色笔，还有剪刀。小星星一打开铅笔盒就愣住了，他的剪刀不见了。他翻了一次又翻一次，真的没有。他的心慢慢紧张起来。完蛋了，今天要剪花瓣，我没有剪刀，怎么办？小星星拿着色纸看了很久，他知道用撕的会不漂亮，线会歪掉，可是没有剪刀，他该怎么做呢？他想了3个念头，可是每一个念头都让他更紧张。要不要问老师？他又想，可是老师在前面忙，我去问会不会被骂？要不要问同学？他又想，可是同学都在用自己的剪刀，那要不要等一下？他又想，可是等一下作品就做不完了。于是小星星什么都没做，只是拿着色纸发呆。同学们的作品越做越多，他的桌上还是空空的。老师走到小星星身边，看见他什么都还没开始。小星星，你怎么啦？是还在想要做什么花吗？小星星小小声地说：我没有剪刀。老师蹲下来，语气很轻柔：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小星星低头，不太敢看老师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。老师笑起来，但不是笑小星星，而是那种温柔的笑。小星星，老师不会因为你少带东西就生气呀。每个人都可能忘记，老师也是哦。可是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不知道你需要帮忙。小星星抬起头看着老师，老师问：那你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小星星想了一下，说：我需要一把剪刀。老师点点头，对呀，你需要剪刀，那你可以怎么做？小星星小声说：我可以问老师，或问同学。老师拍拍他的肩膀，对，这就是聪明的方法。当你不知道，没有工具，
需要帮忙时，第一步，知道自己遇到什么问题；第二步，想一想有什么人可以帮你；第三步，开口说出来。这3步比自己硬撑简单很多。老师带着小星星走到教室后面，说：“你看，这里有几把备用剪刀，忘记带的同学都可以用，你只要说一声就好了。”小星星惊讶地瞪大眼，原来有准备用的哦。老师笑：“当然呀，因为忘记带东西是每个小朋友都可能发生的事情。”小星星拿起剪刀，心里松了一大口气。他回到座位，开始剪花瓣，剪得很顺，也很漂亮。但有件事比完成作品更让他开心。他第一次发现，开口问其实没有他想的那么可怕。下课前，老师要大家收拾桌面。小星星忽然发现，教室的地上有好多同学们掉的色纸。他皱眉头，是要扫起来吗？那我需要扫把，扫把在哪里呢？小星星又卡住了。这时，他想起老师教他的3步骤：一，我现在遇到什么问题？我不知道扫把放哪里。2，谁可以帮助我？老师知道，值日生也知道。3，那我应该做什么？我可以问。小星星吸了一口气，走向值日生小云。小云，请问扫把在哪里？小云笑着指向角落。哦，在那边的工具柜里，要一起扫吗？小星星开心笑了。好，他第一次觉得问一下其实很轻松。放学前，老师说今天小星星做得很棒。他不是因为会画画才棒，而是因为他遇到问题时愿意开口说。同学们看向小星星，他有点害羞，但也很开心。老师补充：小朋友，每个人都会遇到不会、没有、不懂的时候，你们都还在学习呀。有问题很正常，可是当你们愿意问，就会更快找到方法，也更快解决问题。小星星很开心，他觉得今天好像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魔法。这个魔法叫做遇到问题时问一下。他觉得自己变得更勇敢，也更聪明了一点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在学习的路上，都一定会遇到不会、不懂、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。这不是坏事，更不是你的错，这只是代表你正在学新的东西。如果你像小星星一样，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开口问，勇敢说一声，或请人帮忙，你就会发现事情不会卡住，
心里也会变得轻松很多。记住哦，你不是一个人，老师、同学、家人都愿意帮你。勇敢的问是一种聪明，也是一种成长。只要你愿意开口，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厉害哦。相信你可以做得到，因为你已经开始学习，遇到问题就找方法，这是一个最强、最重要的超能力呢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